南投县的刑台伫中寮山区一笪较压贴的所在，去查到第3级毒品的制毒工厂，当地扣落来的成品甲半成品计共有180公斤，3个制毒的师傅也现掠着。这个案件后手调查所发现，讲这工厂呢是国有的土地，目前3个制毒师傅也有金主已经照违反毒品罪甲因上班。 警方将查甫人压制后来，佫连续抓2个人，因的身份是负责做毒品的嫌犯。人头1点属合约，好，经济资料要吧。南投县刑台县警去年5月伫中寮一个偏僻山区，抓到一个贩毒集团掠3个制毒嫌犯，因讲是受集团请的。 制作俗称“喵喵”的第3级毒品，当场查扣毒品成品甲半成品180公斤。于本辖中寮乡山区破获一处以制造第3级毒品“喵喵”毒品工厂，3名制毒师当场落网。 警方也查出，这个工寮是由一个姓杨的金主向姓张的地主租的。今年3月成立，姓杨的金主率去5月掠非法租土地予制毒集团的姓张的地主，查扣税处契约书这证据。警方甲高山署人员去会勘，确定这工寮范围拢是国有土地，列为山坡地保育区，是农牧用地，依法免凊彩开发或者是营利。常年非法占用国有山坡保育地。 私铺道路、搭建铁皮屋，并暗中出租给制毒集团牟利。县长的地主用每个月6000块计数，将国有土地数字说服犯罪集团牟利。虽然伊讲甲制毒集团无熟悉，暗过警方信后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刑法窃盗罪等罪，移送检方侦办。3个制毒的人甲姓杨金主目前已经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